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是倒予我，因我比比小可的人，予我甲伊滚活。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亲近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你到伊呢。嗰一首625首，咱人要行天路。这首咱吟第一载甲第二载。咱要行天路，应该日日进步，好咱心情时刻无停，唔通失志零零，天道门路大开，耶稣甲咱作对。互咱换是过歹平行，保咱伫白明前。这首第二载的第二行，互咱换心过歹，吼，迄个那个改字咱念过歹吼，这个部分请兄弟小注意一下。哦，过歹，过，甲头拄仔佫问过，任何长都又佫袂记来，过歹，过歹，吼好 ，OK， 好。下这咱即摆备办先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亲爱兄弟平安，平安感谢主，咱个组织而且做伙来庆祝咱这教150周年，而且充满稳定的时刻，这是何等的稳定！咱一步一脚印，见证主运情，100年的传承，一生向前行。阿门。阿门。阿门。咱要来宣告，罗州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甲宣告的教会。咱做伙讲阿门。阿门。咱甲边仔人讲，你是宣告的精兵，你是宣告的精兵，上帝要大大赐福你，上帝大大赐福你，一
即个请兄弟起立，咱做伙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阿罗咱的主。让我们用信心宣告，无论前面有多少的试炼跟挑战，主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一起热心来敬拜。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限制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信心，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限制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一起来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软弱填满，贫穷成为富足，下夜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无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
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将软弱变为刚强，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我们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阿门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阿门，哈利路亚。最对咱来听是何等的长阔关心，这是伊对咱深深的听，在主的听当中，咱会得到讨帮甲安慰。无论是生是死，拢无啥物会使互咱甲主的听隔断。特别是伫咱那个找找无数的时刻，咱搁爱重新来仰望主的慈爱甲信实。相信主会继续锻炼咱，行入伊所为咱备办的稳定的路。即条咱献出咱的感谢，用一心grund对主、服侍主来回应主的听。我的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遐？最最捆绑重担，我要牵起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散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啊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我的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遐？最最捆绑重担，我要牵起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散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
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空气也开阔，做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空气也开阔，做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只想巴别上帝，愿感谢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上帝，你是阮一生所倚靠的。感谢主，你无比的疼，说到152周年的罗州教会，要伫罗州来发光发热，做光做阳，互万百姓来做你学生，将主的疼甲福音宣扬出去，将做全罗州的祝福。主啊，你的恩典经降临，喜乐充满伫阮的中间。阮深深经历感受到你的疼，你的德性就伫阮当中。求主帮助阮活出荣耀你的性命，活出152年来教会所传承的信仰甲热情，互阮的行做合伫主的旨意，立志来学马街、带信徒、传福音。主，阮活的就是为着要来敬拜你，阮一心要来跟缀主的脚步，按所查的标来跑走。我要结出信心的果子，来荣耀主你的名。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将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上帝。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马来吟诗，请起立，来唱184首，圣诗184首。上帝听头哪会遐大？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进到你的圣殿里面。我们今天恳求你真理的道，透过你的仆人杨牧师，能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同感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蒙受你真理的带领。愿我们的一生一世在你的面前顺服听命你的话语。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还没有来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求主的灵引导他们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从教会得到的祝福，让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求的，阿们。
请坐。所以咱来看启文，启文34篇，咱伫咱的信息后边1059页诗篇146篇，我来请咱兄弟来引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土。好，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解放受冤干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说者，咱即马请圣歌队献诗哈。你们献诗的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邀请圣歌队。所以咱来祈祷吼，咱请起立，咱即马读主导文吼，来，请起立。好，主导文。愿你的名信，你的福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地来亲像天地。阮的日食，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后日下面保护阮的人，阮要带阮人士，英国、管理、应该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好，请坐。所以咱来读圣经吼，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路加福音》第8章，第26到39节吼。我来读一摆吼，《
路加福音第8章26到39节，船到吉拉新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离开船上岸，有一人对城内出来拄着伊，是犯着鬼的，久久无穿衫，无踮厝内，独独踮伫坟墓中。看见耶稣就嗷叫，拍伫伊的面前，大声讲：至高上帝囝耶稣，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求你莫得哭错我，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迄个人出来，因为邪神常常掠伊，人用铁链链伊，用骹铐铐伊，来固守伊，伊就踹断所绑的器具，伊互鬼赶到旷野。耶稣问伊讲：你叫啥物名？伊讲名，因为有济济鬼入伊。鬼求耶稣，莫得吩咐伊入神宴。伫遐有规定伫山内讨食，鬼求伊准伊入遐的猪，就准伊。鬼就对迄人出去，入遐的猪，规定猪就走落山坪，撞落河其实。故猪的看见即个代志，就走去。报城内甲乡下的人知，伊就出来爱看即个代志，就近耶稣，拄着鬼所对伊出来迄人，穿衫还在坐伫耶稣骹下，因就惊。看见的人将犯着鬼的人，早有得救，报因知。吉拉先四方的人，拢求耶稣离开因。因为因大惊的缘故，伊就上船倒转去。鬼所对伊出去的人，求要甲伊去。若是耶稣差伊去，讲倒转去恁兜，将上帝为着你行遐大的事败列，互人知。伊就去遍城宣传耶稣为着伊所行遐大的事。所以咱请杨牧师杨博威杨牧师来咱讲道。今日讲道的主题是传扬上帝为我做的，有请杨牧师。各位罗州教会众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三角组织的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叫做杨伯威，今仔日真欢喜，受到邀请来到罗州教会，来甲大家分享信息。我即马伫总会研发中心咧服侍。今仔日的经文，首先爱甲大家分享，毋是我杨某咪人讲的，是啥意思呢？黄长老咧甲我指教的是讲牧师你要讲道的经文。是安尼甲特别甲大家解说。普世教会有一个经课表啊，每礼拜，大家既然是有看到咱长老教会总会新眼光读经迄个手册上后壁面每周新眼光，每周新眼光所照的，就是普世教会、正教会有一个经课表。固定的经文，即礼拜经文是啥？爱讲道的经文，当依循的是啥？因为叫做课表嘛，大家知影课表的意思嘛，就是按表操课嘛，到即礼拜就是路加福音第8章。即个故事淡薄仔趣味我毋是讲无恐怖，我是讲即个故事内面有一寡所在，咱会当来思考。在先爱讲，即个故事一定是足重要的故事。为什么？你讲记载伫圣经内面的故事拢足重要，当然啦。总是即件代志是记载伫对观福音。什么叫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较特殊啦，有这几啊篇耶稣的讲道只有记载伫约翰内面，所以新学家甲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叫做对观福音 （Synoptic Gospel）。三个福音书内面拢记载同样代志，
应当是同一样代志啊，虽然角度有啥物小可无共，所以呢，由此可见，一定是足重要的一项代志。所以这门徒流传落来，拢感觉这足重要。这个传统，各传统安尼用嘴咧传，用嘴咧讲，咧记录落来。说三卷福音书拢有记录。总是呢，伫这内面，咱在先第一个经节，咱爱处理的就是这件代志到底发生伫什么所在啊？到底发生伫什么所在？在先的应来讲，伫加利利海对岸，伫头前面，伫这经节的头前啊，较头前第8章的较头前面，耶稣才行一个足重要的神迹，就是画这个加利利海这个风影甲这个海影就静落来所以一定是因坐船渡过这个加利利海。这个经文嘛讲伫加利利的对面，安尼意思就是伊进伫加利利的加利利海的另外一岸坐船过来。所以呢，这个记载，这个记录头前一个神迹，大家看圣经就知，就是耶稣平静风甲海。就伫对面安尼应当本地伊所活动的所在，比如讲拿撒勒，比如讲加百农，这个所在 Chorazin 迄个哥拉汛拢伫西边面。所以应当呢，伊倒甲对岸，安尼就是东边面嘛，咱即马伫淡水河的西边面，倒甲对岸，就东边面，入去网家迄搭嘛，安尼这大家知。好啦，大家来看，就是这个相片内面这加利利海对面，大家呢感觉讲，这个较有可能伫什么所在在先这个所在呢，东边的海岸边呢，应当有一个所在这个为这个山谷安尼出来有一个镜啦。为什么要有镜？落尾手猪安尼规阵安尼冲入去海嘛，所以有一个镜安尼砰砰砰砰安尼一路冲入去嘛要有一个镜，大家爱看佫有讲即个人鬼安尼附着即个人住伫蒙阿波内面。咱讲咱这圣地这蒙阿波伫耶稣迄个时阵，无像咱台湾的蒙阿波敢若一个土轮安尼毋是，是有即个山壁内面的空片，也是讲迄个崩坑安尼的所在就大人伫内面伊呢，伊讲即个鬼甲着磨伊受着鬼着磨安尼衫时常无穿衫迄个所在是旷野的所在，旷野的所在，甲阴暗时不止冷，日时是有够烧热所以讲伊的时常无穿衫安尼米伫即个崩坑内面是合理啦，因为无挡袂掉啦所以呢，应当是一个所在有一个镜挖海边，因为猪冲入去海内面嘛，佫有附近即个爱有一个。山谷共款爱即个山壁内面爱有一寡即个古早时的即个蒙阿波有即个崩坑即个人当迷哩。问题呢，遥远无当确定讲伫倒位因为呢所记载讲格拉森即个所在，你讲哎呀牧师，你见着这就写甲遮明格拉森问题这是古早时的名。既然是咱今仔日去罗尼问讲先生周你，我要去周你，要去倒位？迄个人一定甲你应讲毋是啦，后来叫做即个叫做回上洲啦，叫做罗州啦，安尼大家理解无？以前叫即个名啦，即马叫的名就无共嘛，所以呢，学者就开始咧摇讲到底是倒位嘛。爱离即个海岸较近即个名已经无去较有可能伫倒位呢？较有可能伫倒位？学者讲有几个较有可能的所在啦。即个所在叫 Gergesa， 即马叫 Cursa。大家就讲即个名，敢若甲 Gerasin， 敢若甲较像啦。原文迄个 Gerasin， 敢若较像啦过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大家若现马太福音第8章，伊讲是加达拉即个所在啦。加达拉就知加达拉这个所在是一个足大的城市，伫即搭遮问题来大家就讲哪会咧马太写是加达拉我去查考啦若是有好学本好学本内面有特别注明一句话，讲有一寡的古卷内面是记载是叫做加达拉，原因就是因为上帝话袂有毋对，总是人有可能抄毋对
伫希腊文内面，我就无甲希腊文原文排出来吼，迄是困难吼。我简单讲，我查考的结果就是。有几啊可能啊，的确有可能是写做甲刀啦，迄个几啊迄个子音母音吼，写了无清楚，安尼咧抄一路抄落来，有可能是怎出入啦。好，转来讲甲刀啦，即个所在，哦，即个城市不止遐大啦，即个城市不止遐大吼。啊，遮有一条河啦，伫耶稣的时阵，即条河安尼趟到遮来，所以伊有一个外港啦，就敢若吼。为艋舺以前会闹热，是因为吼，伊为艋舺遮啊顺了河，顺了淡水河，安尼出海去啦。所以伊离海岸阁有一段，但是就是顺了即个河会当出海去，会当无疫，吼，会当顺，会当出海去。所以甲倒啊，即个城市嘛是，伊伫遮有一个河安尼过来啦，吼，即 Yarmouk River 伫遮吼，啊河安尼过来。所以随梦呢，即马呢，即个考古所挖出来，即甲刀啊，即甲即马时的加利利海有差不多5里半啦。啊，这是英里，啊，若是安尼公里，差不多8公里啦，8公里远啦吼。总是因为以前有一个河，所以有可能是甲刀啊即个所在。老师啊，这你讲地理课，我是来听讲道，毋是来上地理课的。讲遮济，因为重要啊。咱敢袂感觉奇怪？甲倒啊，即个所在，我乃拢无听过呢。这不止啊大个城市啊。伫马可福音内面讲，即个人受到赶鬼了后，受到医治，得到头棒了后，甲耶稣的代志骗城去讲，传遍有一个字 Decapolis， 伫遮波利所在。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咧 ，Deca 就是10的意思 ，Polis 就是城市，10个上大城市，这伫历史上有记载，拢总伫即个东方的所在，即口里啊叫做 Decapolis， 拢是足大的城市啦。Hippo 是第3名啦 ，Gadara 第1名，原因是啥？因为 Gadara 有全罗马帝国伫地中海东方上大的温泉。迄个时阵医学无遐厉害，所以呢，对罗马人来讲，若是有着啥物伤啦吼，也是啥吼，胸坎啊啦吼，倒位无爽快，就是泡温泉啦吼。上大的温泉西边面伫德国叫巴登，东边面伫海的东边面就是伫遮加达拉，所以加达拉是一个足大的城市。伊阁有咧罗马人的即个竞技场啊，第2层吼。啊，伫即摆加达拉即个考古的所在，咱来当看，伊其实为即个差不多一个山架面顶会当看得到加利利海，所以伊是离加利利海不止啊近的所在。我伫遮暂停一下，我甲大家解说为虾米我介绍遮久。为虾米咱就无听到耶稣入去加达拉即个城？4本福音书拢无记载啊！拄则我讲第3名迄个城市叫 Hippo， 啊，佫较无听过。我佫讲一遍咯，伫即个区，伫即区啦，加利利海周围上大的城市就是 Decapolis。伫这内面，咱伫福音书内面从来无看过耶稣去遮传道理，你敢袂感觉奇怪？我就问，既然是今仔日耶稣来到台湾，结果你安尼看耶稣拢无来台北，拢无去高雄，拢无去桃园、台中、台南。咱敢会感觉奇怪？为什么？咱就要问为什么啊？因为啊，这是外邦人的城市啊，外邦人的城市内面有足侪物件是敬虔的犹太人认为是垃圾的物件、无清气的物件。譬如讲，伫《使徒行传》内面，保罗去到一个雅典一个城市，伊看讲大家安尼，迄个咱即摆看迄个希腊雕像吼，哦，足水的安怎吼，拢白白的大理石安尼啊吼。迄以前是有擦啊，擦即个衫啊，甲面像安尼吼，敢若真诶人共款。啊，希腊人甲罗马人去到迄边啊，迄是献即个花、献果子来甲拜呢。世界规个城市内面，世界拢是安尼拜偶像诶啦，猪啊啦啥，即个故事内面猪啊足重要，哦，猪啊足重要。看，所以敬虔的犹太人，耶稣甲伊的军队者，甲对耶稣的遮个人，大部分拢是敬虔的犹太人。平常时敬虔的犹太人是根本袂入去即种所在，因为入去都无清气，
在伫即个法利赛人的教示内面，若是去市仔买菜啊，市仔内面有足侪可能就是无清气的所在，所以伫耶稣迄个时阵，挖出来遮个咧敬虔的犹太人的躯体，一内面有一个洗槽啦。洗槽创啥？洗手啊，有一个礼仪性的洗手啊，叠一个手咧，安尼，互家己做清气的一个礼仪啊。啊，去犹太人的市场，拢会感觉讲，咸菜会染着无清气啊，爱遵守律法，袂用染着无清气。即种有够无清气的所在，平常时敬虔的犹太人根本无入去。我伫遮讲这意思，就是咧讲，耶稣即摆来到的所在，伊应该无入去到城市内面，因为咱故事内面就讲嘛，即个人互贵妇，啊，遮个人就是甲赶出去城市，赶出去乡下外。莫互伊伫遮咧作乱，所以伊伫野外住伫蒙阿堡内面啦。所以伊应当伫即区，但是无入去城市内面。我讲耶稣啦，耶稣无入去城市内面，即点真重要。我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是外邦人的地界？等下大家就会知。好，过来趣味啊！耶稣问遮一阵鬼，讲恁名叫啥？首先我嘛爱小可讲一下吼。即阵鬼是真厉害啊！别人无认出耶稣，伊是哼哼就认出耶稣啊！讲啊，你这个至高上帝囝，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无得苦楚我。这个鬼是马上就认出耶稣的厉害，马上就认出耶稣的身份，马上就知影耶稣的身份啊！马上就认出来哦。好，耶稣问伊：你名叫啥？伊回答啥？伊的回答真趣味，这足好翻译的。我甲大家解说，伊伫原文内面讲，阮真大阵啦吼，这巴克咧，台语遐日本讲赢啦，赢是袂歹的翻译，嘿，因为原文叫做 legion，legion 伫即个拉丁文叫 legion， 啊，这趣味啊！伫迄个时阵，若是伫罗马帝国的时阵，以及到后来，咱讲 legion 即个字。拢讲军团。那伫迄个时阵讲雷吉翁，迄就专门指是6600人一个罗马军团，专门的字啦，专门的字，即个字是一个专门的字。伫当时就是讲罗马军团一个军团的编制，差不多是5000到6600人。伫今仔日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啥？第几 Legion 吼 ，140th Legion。140军团，吼，嘛是用共一个字团甲单，但是伫当初时，若讲雷吉翁，一定就是讲罗马军团。所以伊甲伊的回答是专门的字哦，伊毋是讲我那，所以别个的翻译不只好啊，赢，兵啊赢，迄个赢，嘿，若是讲翻译军团，讲团，可能咱咧读的是咧，毋知安怎，我毋是咧批评讲圣经翻译安怎，我是讲即个字无好翻译。但是伫当初时，路加写落来时，这个人一读到，我相信咧读的人，马上第一个联想就是，啊！伫犹太地的军团，就是全罗马帝国有出名的军团 ，Legio Tenensis， 就是这个军团。伫路加写落来的这个是差不多主后75年左右，到80年左右。伫这路加写落来，这福音书进前几冬伫加利利，就伫这个所在，这个军团才杀足侪人，几啊千人。台甲历史学家 Josephus 写讲，加利利海的水变红3天啊，拢火。军团啊，做遮歹的代志啊！这是即马吼，伫即个俄罗斯有一个拄好有一个即个爱好的团体吼，因着挑工搁穿甲敢若罗马人共款啊，拄好因的名着合作，因为我讲这是历史上出名的军队，吼，就是因着合作第10军团哦，Legio Ten，哦，这就是因的活动的相片吼。这个军团是足恐怖的哦，伊毋若是。伫75年的时，伫犹太战争的时，太加利的所在，伊后来调动甲南平面咧拍这，后来拍耶路撒冷，
赶渡犹太人，甲规个亚撒冷打甲平，放火烧，就是即个军团。上出名就是即个要塞。希律起一个宫殿伫死海边呐，即个所在叫做马赛大，即摆变做观光的所在吼，不止啊大一个所在，吼。啊，这是一个足大的所在，本地是宫殿吼。啊，这第10军团去拍，因为呢犹太人反乱嘛，就是反抗那个罗马人的统治嘛。啊，秘里即内面呢，歪在。这足歹入去的吼，即摆呢要入去呢，有可能是即条路，呢叫做蛇的路啦吼，因为安尼弯弯翘翘啦吼，弯弯翘翘 snake path 吼。啊，一开始罗马人嘛是为遮要去哩，到遮呢就天石头啊、蛇吼，就无法度去哩。伫遮呢，甲围2冬久啊，内面犹太人差不多1000人，围2冬久。后来呢，因就伫西边面，这是为北边翕的一个相，哦，空拍机翕的相吼。后来因伫西边面驻扎，啊，开始起造即个要拍入的即个器具，我等下互大家看。吼，我一个朋友去爬啊，我无去啊，我选择去希律另外一个宫殿，因为我较大箍啦，我感觉吼这爬袂起。我一个朋友去爬。我就讲，爬了安怎？吼 ，How's the climb？ 伊讲，哦，即摆好啊，特动啊。遮呢，设一个缆车啊，伫遮就坐去啊。但不止啊贵啊，29箍啊。啊，即个人友好啊，伊就妈妈甲阿姨对伊来，所以妈妈甲阿姨咧坐缆车啊。啊，少年人啊，就是吼，感觉挑战者，伊家己要用行，伊甲因小妹用行。我就问伊啊 ，Peter，How's the climb？ 伊讲险死，这是伊吼。要开始行进前，翕的相啦吼，伊就看安尼嘛，啊缆车站安尼去，安尼踅去就好啊，感觉近啊，就开始行。啊，炸一罐安尼吼，摕刀把刀600cc安尼就行，结果行无到一半，坐伫边仔行袂叮当啊，脱水，因为这是旷野的所在，足烧热，脱水啊。伊讲伊拄着2个水电来登山客，看着伊甲因小妹要倒落啊，较紧甲因的水。分互，就即2个水电人，甲水分互伊，伊才勉强才行去。所以大家若有机会去，出29箍坐缆车哈，莫挑战家己危险。我讲这要讲啥？足歹行去，连用行的拢行袂去。若是面顶有即个兵仔咧守咧，安尼要去哩，迄是足恶的。所以后来罗马人嘛无为即条路去哩。我甲来啊！你讲修2冬，啊！你讲旷野拢无水，这是伊储水的即个水库啦。你看偌大？这阮朋友因小妹，遮，这因小妹啦。你看这地下室偌大？规个位壁安尼凹入去安尼，吼。但马萨达吼后来互第10军团拍入去时吼。拍入去时，因阁有足充足的水甲米粮啦。啊，但是拍入去，就是后来约瑟夫就写讲，军团用决心吼，我等下互大家看，迄个决心是啥？用足大的决心，安尼攻击拍入去了后，一开门准备要烧战，结果拢无声。入去看，讲死900几个人，因为知影，互罗马人掠起来，一定是互着我有苦楚，所以因就选几个勇士，因为后来只有2个查某人甲5个囡仔留落来。啊，这个查甫人选出来，就抽口啊选出来，因为犹太人讲自杀是违反上帝律法，所以因抽口啊，抽3个人，开始甲所有900几个人拢杀死，啊，因才互相杀，啊，后来。走2个查某人，甲5个囡仔走出来，所以罗马人攻入去是足安静的，无声。我互大家看第10军团的决心是啥，大家看到无？这是山壁啦，啊，这是今仔日阁看会到的罗马人的兵仔营啦。伊用3个月时间直接起造一个家去哩，甲填好满，做一个家去哩。
惊一个，甲今仔日2000冬后佫看会到，即个惊遮大。啊，大家可能毋知偌大吼，互大家看影片一下。没办法，来，这个有没有办法放？没办法，好，没关系。这不止啊大，你看人差不多遮悬尔，所以伊即个惊是足大的。牧师啊，你讲遮要创啥？我甲大家讲啊，我是要甲大家强调啊，第10军团啊，这伫当初时一听到讲啊，你看历史哦，马上会联想到就是即个军团。即个军团当初就是乌大维 Augustus 带咧伫罗马的统一罗马的即个过程中间的中间军团，足恐怖的，足恐怖、足残忍的、足决心的啊！所以当路加咧读路加福音的人一读到，一定会联想到。我阁有一个证明啦，因为伊是冲入去猪仔内面嘛。咱讲检菜卖问一个问题啊，这是蓝树的猪啦，毋是遐个猪啦吼。阮朋友是这蓝树的猪吼，蓝树的猪。犹太人敢有咧食猪啊？无啊。马可福音遮无写，这讲济猪啊。马可福音内面写讲2000几只猪啊呢，倒位来2000几只猪啊？犹太人毋是无食，所以我拄则讲啊，这是外邦人的地界啊，这是外邦人的地界。而且啊，这就是第10军团的一个旗仔面顶的迄个记号。这是伫耶路撒冷挖出来，砖仔角面顶，因烧砖仔角，当因的迄个记号标记，当伫面顶。第10军团的标记就是猪仔，所以等讲，拢总冲入去猪仔内面，猪仔冲入去海里面。演示啊，路加福音读路加福音的遮的人，受到即个安尼咧看，心内会一定有一寡联想啊。就是讲这啊，迄个压迫啊，咧讲即个政治的压迫啊，和即个捆绑是偌重啊，一个暴力，一个压迫，一个残忍的即个压迫。所以对伫即个人，这毋是对伫即个人尔呢。是对规个地区、犹太地区的一个压迫。这个压迫偌重呢？这个人受到讨绑，咱若是看到一个人受到讨绑，应该是足欢喜才对啊！啊，受到困着遮久，结果呢，这个耶稣来甲你救，安尼起来，安尼偌欢喜咧，应当爱欢喜。结果呢，遮个人安怎？因为因大惊的缘故。所以叫耶稣离开。你看这个压迫是偌严重啊！但是咱的翻译伫遮翻译甲无较对。你讲因为大惊的缘故，安尼轻轻松松啊行过。问题是路加伫遮用词是足特殊的，伊嘛用一个足军事的一个用词啊。遮原文祸无未到咯，祸无就是惊啦，未到咯就是大啦。后来伊佫加一个动词，顺内空头，这就趣味啊！已经有惊大惊，伊即个动作伊用啥呢？即个字用啥呢？咱来看伊路加共款路加福音，别个所在伊是安怎用即个动作？伫别个所在安怎翻译？耶稣讲：哎呀，时要到啊！甲门徒讲，甲迄个时，你的对敌要周围去屠城来为你四面困苦你，这是咧烧战的时啊！安尼为咧别咧，安尼围城迄个足军事的一个动作。阁有伫路加福音22章63节，即时耶稣已经记载着耶稣皇帝啊，讲固守耶稣的人戏弄伊啊。即个固守耶稣的人是啥物人？兵啊！所以固守即个动作，伊嘛是用即个字神内裤。我的意思是啥？伫遮伊特别强调哦，路加用一个军事的字来强调讲，遮个人迄个惊吓，就哪像互兵啊围咧。因的即个惊吓，因互遮暴力，遮个规模，遮军队，安尼，互即个惊吓啦，即个惊吓是敢若互即个惊安尼绑着的共款啦。
敢若军事的安尼围咧啊，袂透白啊，伊强调这啊。所以毋是牧师我伫遮乌白讲，这是甲军队是有关系。你看路加用词，其实是用军事的用词啊，吼。安尼，大家安尼来看，啊，即个人安怎？即个人愿意军队耶稣啊？当然啦、哎呀，了不起啊！互我着透棒啊！我要军队你啊！结果耶稣有答应无？无。毋是每一个人军队耶稣来者不拒 ，OK 来吼。但是耶稣交互伊一个命令，交互伊一个任务，你着去啊！甲上帝吼，为着你行遐大的代志，败力互人知，你着去传啊！着去传吼，这是耶稣对伊的命令吼。你即马，咱即马吼，伫世间啊，得到头白真欢喜。咱呢，伫传福音，你讲的毋是讲别人偌牛啦，别人偌厉害呢。上重要、上有效的，就是讲我的性命得到改变啦。啊，我的性命得到改变。我时常咧做一个比喻啦，我大箍人嘛，爱食嘛，这就敢若我食着一啖，比如讲鱿鱼羹啦，哦，足好食。毋是讲我爱食鱿鱼，我比喻尔吼。食着一啖足好食，啊，我着介绍嘛，对无？即啖足好食的呢。啊，你哪会知？我食过啊，吼，我食过。啊，我若是讲啊，黄长老食过，安尼着敢若较无说服力嘛。吼，我食过啊，所以我的经验嘛。啊，人若问我讲啊是偌好食，啊，你毋知影迄读库偌 Q 弹的吼，哦，啊，着爱分享家己的经验嘛，吼。你看即个人嘛是啊，分享家己的经验啊，是家己的经验。是家己的经验啊，我着真实分享啊，我毋是提讲牧师讲了偌有道理，啥，即个来安尼透伫安尼面顶。上重要、上有即个会当说服别人的，就是家己的经验啊。啊，我偌欢喜啊！我信即个教，我偌欢喜，我得到改变咯，我偌有平安，偌欢喜啊！这才是重要。今仔日咱嘛毋是咧讲啊，咱即摆看到讲咱。身躯边有一寡受到即个着魔的人吼，啊讲啊，你着莫去看医生啦，你这就是鬼魔啦，我来帮你赶鬼吼，赶出去吼。有可能，我毋是讲无可能，但是今仔日咱若是有专业的吼，这嘛是上帝互咱逐项的文书、逐项的材料，吼，若是有专业的吼，精神科的医师的诊断。也是讲心理的即个诊断，会当去甲即个咨商吼，去来谈吼，会当互伊有改善，咱莫甲排斥吼。这个专业嘛是上帝互人的恩赐吼。啊，今仔日若是真正有着魔，是因为是鬼魔着魔的吼，求圣神帮助咱会当分辨出来。所以来我要讲的，就哪像即个所在的故事共款，这样就欢喜去传啊，吼。马该的日记内面，1873年第一遍周礼出现是啥？哎呀，伊写讲甲周礼去一大群人对伫后面啊，甲吵啊，剃石头甲牵啊，个人对因破屎啊，个人对因破屎啊，吼，极尽侮辱啊！但是马该讲啥？伊甲伊的学生无惊遐，无纠转去。勇往直前，甲庙前的庙埕唱诗歌报道。我咧想，迄庙应该就是边仔即顶啦，上大顶的永联寺啦，吼，上古早的庙嘛，吼。啊，咱即摆徛起嘛，伫伊边仔嘛，所以近安尼应当就是迄顶庙啦，吼。勇敢，伊讲即个是袂少人来听。甲6月时，讲正第一遍聚会，伊写讲几百人来听呢，哇，了不起啊，了不起啊！咱看，伊是安怎？毋是讲啊，着魔啊，受着压迫，遮恐怖，阁有暴力啊，破屎啊，有惊无？无惊呢，不退缩，勇往直前。这个所在，互踢歹几啊遍，吼，甲法国清廷、甲法国战争的时，互踢散去，佮定起
登去了后，甲日本时代，会场佫散去，甲1947年前后，为艋舺才佫有人来聚会，佫兴起起来，拆伙佫散去，佫登记，这嘛是咱的信仰前辈，拢无惊吓，拢无救转去，继续为着上帝福音徛起伫遮。这是咱的前辈，和咱的一个传落来的基业。前人种树啊，后人安怎？纳凉嘛，咱即马咧纳凉，有冷气通吹吼，是别人的奉献；有即个厝体遮水的拜堂，是别人的奉献。你讲无啊？这阮厝体哦，阮阿公啊奉献偌济啊！免安尼想啊，咱看偌济人，一个教会要起来要组织，你看要组织吼，爱有人唱诗歌，有人诗会，才会服侍，这拢足重要的。咱无惊吓，无纠转去，才成就今仔日的罗州教会。早知有即个4位输出，我都毋免囥即份度。无啦，无要紧啦，安尼左右两边拢看会到，真好吼。152天呢，无简单呢。随梦中受着即个困着，结果呢，有一寡时间呢，无聚会，总是伫即马佫组织起来，会当甲单，这是无简单，这是有足侪人的问题。前人种树啊，咱嘛爱种树，互后面的人会当纳凉，莫咱伫咱即代莫错树啊。所以呢，最后的重点总结来讲，是咱有相信至权的上帝囝会当的，相信耶稣会当救人，相信耶稣的权能。伫咱个人的角度来看，咱的生命中可能有困苦，但是咱靠耶稣，咱不再受到这个捆绑。咱相信耶稣，不管是啥物代志。咱的生命中可能有苦楚的代志，毋免伤远啦，工课面顶啦，伫办公室啦，甚至转去甲厝呢，共一厝体内面，即个人爱安尼讲话，咱毋是共一家伙啦。甚至伫共一个教会内面，即个同工哪会安尼讲啊？我足忝的，服侍甲安尼，个人安尼讲，安尼捆绑，靠耶稣，哪会当无搁互捆绑，这毋是应当，这是我毋是即马咧甲大家讲，大家着应当莫互捆绑，莫互捆绑。我即马是讲是耶稣的应允啦。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就是讲耶稣连鬼千的这鬼魔，伊拢会当主宰，拢会当叫这鬼魔着冲入去海，入去池仔内面，冲入去海里面。连这遮暴力、遮歹物件，拢会当赢过啊！咱有相信这个耶稣。伫团体来讲，咱即个信仰团体传福音可能有艰难，像马街朴素共款，来到遮是各人破屎，各人骂，但是咱就是传扬，继续无纠转去，勇敢来传扬。上帝为着咱安怎，今日遐大的事，继续努力来传，即个喜乐甲平安会继续甲咱伫地，而且会当改变即个所在。咱三家头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伫过去有遮济信仰的即个好的见证，你伫152天前，透过你的圣道来到遮，来到就你即马叫做泸州的即个所在，建立即个教会。阮相信即个所在要成做即个砖头的光。阮嘛要成做阮一个厝体，一间教会内面的光。阮要传扬你为阮做遐尼大的代志，阮要传扬你的福音，保养你的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来到你面前，得到救，得到平安甲喜乐。这就是阮伫遮所得到的，阮伫你内面所得到的。渴望你常常满满伫阮内面，运行伫阮内面。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真感谢杨牧师的讲道吼，所以咱来唱圣诗625首，跟下再请一个圣诗吼625首。
者咱来奉献吼，咱邀请奉献同工吼。请坐。煞只咱来读经句，路加福音第8章第39节90，好来。都将上帝为着你行遐大的事摆咧，互人知，伊就去献声宣传耶稣为着伊所行遐大的爱。搁一摆吼，来预备起。转去因兜，将上帝为着你行遐大的事摆咧，互人知，伊就去献声宣传耶稣为着伊所行遐大的事。加福音第8章39节。咱今日介绍新朋友哈，有新朋友吗？招待有吗？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泸州长老教会的？哦，没有哦，有杨牧师啊，杨牧师第一次来泸州长老教会。好，那我们欢迎新朋友。好，那刷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哈。本会消息，今仔是咱泸州教会第152周年纪念哈。咱感谢咱信仰前辈，对咱教会贡献哈。我们今天有特别收感恩奉献哈。那愿上帝祝福大家哈。咱等你台语礼拜堂结束了后，咱10点半教会1楼哈举行健康讲座，哦，就是邀请马偕医师哈，马偕医院的医师黄国轩医师来主讲，就是介绍咱中医三伏贴。甲三高的运用吼，邀请咱兄弟吼来参加吼。那华语礼拜堂结束之后，在1点召开批目小组座谈哈，那也邀请我们那个杨牧师一起来。那我们批目小组的成员就是我们现任的长老执事，还有我们团契的会长哦，请大家抽空来参加哈。我们中午会有备有午餐。咱教会的罗汤秀凤姐妹哈，6月9号呢安息主怀哈。一个94岁哈，很长命哈。那26号早上，礼拜4早上7点40分，在板桥殡仪馆景福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咱小会委托陈一志牧师来主礼哈。咱教会这那边长刚6点45分，伫教会集合出发哈。咱那边长刚时阵伫1楼登记一下，公布栏登记一下，安排车辆。咱说家是社区妇女合唱团。第7期招生哈，每周2下午2点20分到3点30分哦。咱费用一期是12次500块，哦，很便宜呢哦。哦，课程内容是发声练习、基础乐理哈，歌唱的技巧哈。那如果想参加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我觉得这个课程很难得哈，能够学这些
人体身体构造那个发音黑不容易哈。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报名是跟李芳月姐妹哈，那你团长哈。对，好。邀请是东吴大学音乐系毕业老师呢哈。好，那礼拜后，我们1楼联谊厅是沙发区哈，还是为新人接待的地方哈。那有新人的时候再请，以后我们也就养成习惯了，请同工就新人邀请到沙发区坐哈。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如果有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让给新人坐，安尼好不好？好来，那礼拜3晚上哈，读经祷告会，请大家踊跃参加哈。过来是咱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团契6月28号礼拜6晚上举行迎新会哈。咱邀请国小毕业生跟家长哈，或国高中青少年跟家长参加哈。现在青少年团契有人较少吼，就奇怪，我当初来教会的时阵，咱主日学就多，主日学总会长大变成青少年嘛，也就通通没有进到青少年，在教育都已经。所以我们鼓励家里的小朋友，鼓励来教会聚会哈。那我们一起让我们家里的年轻人呢，能够来教会接受那个信仰团体的生活，然后慢慢来接触福音哈。好，那当然青少年的8月16号到17号有举行灵修生活营在台中哈。那对象就是咱青少期的契友、国小毕业生啊，费用是契友跟教会同工是每个人800块，眷属会有是1600哈。那报名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27号额满为止，总共人数是22人。报名是跟还有卢宏宇弟兄哈。后来是暑期儿童营哈，7月12号到13号，礼拜6到礼拜天哈，早起9点到下晡4点，招收40名哈，升小1哈到升小6的学童，国小的学童了哈，保证金300块，不迟到不草退，全程参加的话全额退费哈。从今天开始到29号额满为止哈，报名时间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要请大家参加哈。以上报告，还有我们肢体相通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哈，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方便去探望他们呢，我们就在祷告里面天天纪念他们的身体，求上帝帮助他们啊。没有病痛的人的身体是很痛苦的，那你用祈祷哈，求上帝哈减轻他们身体的痛苦跟负担哈，好不好？然后好，以上哈，其他的部分我们请大家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哈来参阅哈。好，那刷甲咱来唱上会的诗歌哈，我们唱397首，最后我们请姚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请起立。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大家三甲一地，对即时甲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咱默祷散会。